搁较无一个月就要农历过年咯，劳动部调查发现，有将近50%的民众过年后想要换头路，主要是薪水甲待遇拢无符合家己的期待，大部分的上班族拢希望会当加薪至少3000块。我已经40岁了，没有公司会栽培我也没有办法转行了。电视剧《俗女养成记》女主角陈嘉玲想要转行，却担心无人爱，这款的心声是不是真侪人拢有？过完年不少上班族拍算要转职，劳动力发展署调查发现，有46.07%的民众过年了后想要换工作。薪资的待遇不好，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太满意现在的工作内容，那带来也包括是说他很对那个主管的领导方式他不是那么的满意。根据劳动部的调查，民众想要找工作，上担心佢拄到薪水无符合预期，比例是高达37.77%，也有36.40%的人惊家己的专业的能力不足，除了薪水甲能力，民众佫担心什么？年纪吧，因为现在的社会都喜欢用新鲜人。你可能跟旧主管彼此之间有一些心结，你到下一份工作的时候，会被这一块就会被放大来检视。想要换工作加薪，佮惊家己的能力无好，拄到困难，也是得爱较努力的，充实家己，才会当找到好工作、好薪水。